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中秋节要到了，因为疫情，未少地区是禁止烘肉，也毋过这对台南人来讲影响无大，因为台南的乡亲中秋是惯势来食火锅，讲安尼象征着团圆。啊，高雄美浓的客家朋友，伫个中秋节的前后，是这个鸭公肉的肉质上介鲜、上介饱甜、上介好食的时阵，因为伫这个时阵来加菜，时间一个久，就将做在地特有的中秋节传统的风俗。讲到中秋节，除了食烘肉、月饼、油啊，阁有啥物特别的？即马就来报你知。无看唔到，就是这味。高雄美浓的客家人都会在中秋节吃上水鸭公。吃鸭的同时，别忘了搭配独门酱汁。完美的组合，互人食甲真爽脆。那个水鸭公的生长期，刚好这一段时间是最成熟，是它最肉质也最好，它变成好像大家都在认为是一种习俗。美浓区有真侪人饲鸭，拄好中秋节前后是公鸭肉质上油上饱满的时，所以未少人会伫这个时阵加菜。那这道菜大概1年中大概就只有中元节到中秋节这一段期间有，很传统的说10岁阿公。高中秋，后来这就变做在地特有的风俗。台南这的传统是大朋友带小朋友出动吃火锅过中秋，不过到底是为什么？月圆人团圆，所以大家会做一种围炉的意思。因为吃火锅象征是团圆。原来是因为吃火锅代表团圆，规家配合大家做伙食饭。各地风俗拢无同，不过不管是倒一种方式。选家己喜的模式来过节，才是上重要。好，来继续。